人係自由嘅，但係活喺枷鎖之下，心嘅詛咒會束縛住人嘅一生，令人冇辦法逃脫，不知不覺咁樣沉淪。冇屋企人，冇朋友，都冇住需要自己嘅人，自己嘅存在只係浪費緊世界嘅資源。邊個都唔希望佢存在，邊個都唔會記得佢，佢都冇存在嘅價值，咁就唔好喺度獻世啦，就咁樣無聲咁消失啦。莉莉絲想係呢一條生命本來就應該消逝，手腕上嘅紅線滲出紅色嘅液體，紅色嘅血，好似彼岸花盛開喺白色嘅梳化上面，壓力都隨即被釋放，好似上癮咗一下又一下，除咗痛覺之外，乜嘢都冇辦法思考啦。喺溫度嘅流失下，渾圓加重，逐步向住生命嘅終點接近。呢個世界得返佢一個，呢種感覺一啲都冇變。而家咁樣嘅孤獨感更加清晰啦。時鐘秒針嘅針喺寂靜嘅空間回響，自身每下嘅心跳敲出耳鳴，等待死亡嘅感覺被靜默拉長，覺得咁樣完咗都冇所謂啦。有人就趕喺呢個關鍵嘅時刻返嚟，睇到染上咗一大片血跡嘅梳化，掉落喺地上面嘅刀同埋攤軟嘅沙發上面，冇氣力咁虛弱咁樣呼吸住嘅莉莉絲，嗰啲呼吸深刻刻喺嗰個人嘅腦海裏面。呢一刻嘅佢瞳孔縮得好細，嘴係半開嘅，佢係喐一下都唔可以。肌肉繃得非常之緊，手腳好冰冷，良久先判斷出應該係要馬上叫救護車。似乎係聽到咗有人喺度叫救護車，虛弱嘅瀕死嘅人仲喺掙扎裏面拒絕住，話唔好啊！但係莉莉絲已經係冇能力去阻止，佢嘅聲音亦都唔可以停下弟弟奧爾嘅行動。就連最後奧爾嘅表情都變得好扭曲起嚟，喺莉莉絲睇起嚟就好似喺度諷刺緊佢嘅努力嘅憐憫，就好似係一種偽善。莉莉絲想要令到呢種感受消失唔見，身為姐姐係唔應該令弟弟有呢一種諗法，因為奧爾同莉莉絲嘅交流唔多，佢哋更似係陌生人，佢冇理由咁樣嘅關心，而即使自己消失咗都唔會影響到佢。佢嘅身邊有住唔同嘅人，講起嚟，點解會選擇喺屋企自殺嘅呢？莉莉絲感嘆住自己直到最後亦都好愚蠢，就連自殺都冇成功。之後，莉莉絲嘅意識因為自己嘅決定而變得模糊，佢隱約咁樣記得自己係被運到咗一個全白而且充滿消毒藥水味嘅救護車嘅上面。身邊嘅人都喺度努力搶救，但係佢嘅意識已經中斷咗。你會挑戰命運嗎？莉莉絲選擇咗放棄一切，然而不曾被埋沒過嘅唔甘心，喚起咗佢活下去嘅意志。佢唔甘心一直被忽視，佢唔甘心所有嘅努力都成為冇意義。佢想要被注視，佢想要被記住，佢想要留下存在過嘅痕跡。佢嘅潛意識答下咗肯定嘅答覆。冇嘢唔可以失去啊！當答允嘅一刻，神奇嘅事發生啦，傷口好快就愈合啦。一眨眼，佢嚟咗未知嘅世界，身體湧現生命嘅力量，令佢感受到佢係活着㗎。望向遠方，一望無盡嘅星空映照異於常識嘅美景，仿佛唔係自己生活嘅世界。天空掛住兩輪明月，圍繞喺側邊嘅碎石團，浮游嘅綠島，一切反映呢個世界嘅奇幻。苦面嘅風顯現住呢個係現實，所有嘢都好陌生，除咗自己身上單薄嘅病號服，一無所有。清新嘅空氣帶來嘅寒冷同濕氣，係以前未感受到嘅舒暢。
聽到神秘嘅聲音講佢而家身處魔界，但係不知名嘅雀躍感由心而生，係俾佢自己遺忘咗嘅感覺。莉莉絲對呢種感覺有啲不知所措，可能因為細佬唔喺呢度，可能係呢種湧現嘅無所不能嘅感覺，或者係令到佢可以離開原來嘅地方，展開新嘅生活。佢係對呢個未知嘅地方覺得好着迷。突然聽到花草被粗暴踏平嘅聲音，嚟到背後係一隻野獸獅頭羊，原來係一隻被稱為奇美拉嘅幻獸從後來襲，令到莉莉絲認清呢一個係危險嘅世界。莉莉絲唔認得路，佢聽到寂靜嘅聲音，又唔係風嘅呼嘯，純粹嘅寂靜，係死亡嘅聲音。細路，冇事啦。呢度係邊度？你係邊個？我叫梅文，係一個魔法師啊。頭先嗰隻野獸已經俾我解決咗啦。多謝。我叫莉莉絲，係從好遠嘅地方嚟嘅旅行者。莉莉絲跟住梅文學習魔法，都係出於以前嘅習慣。佢一直喺度練習，將所有嘅時間都用喺學習同練習魔法上。但係佢覺得未夠好，想要再試一次。無論做幾多次都係一樣，嗰個人都唔會注視佢，只係得返遙遠嘅背影。做得好啲啦，只要咁樣，嗰個人就會望向自己，所以覺得自己仲未夠好。你做得好好，仲未夠好。係可以更好，不過可以慢慢嚟，仲有好多時間，休息下先啦。唔得，仲未夠好，仲可以更加好噶。唔緊要，慢慢嚟，你會做到嘅。莉莉絲唔知點解流出淚水，呢種係佢一直想記住嘅感覺，好令人懷念，好想一路過住呢種生活。今次要好好努力。莉莉絲好用心咁學習，同嗰個世界唔同。喺呢度佢係一個有才能嘅人。